是台北市长的选战，蒋万安进前伫美国高科技的所在地涉国做过律师，蒋万安就来推销伊涉国的经验，结果陈时中是质疑伊的专业性。民进党嘛指控蒋万安当时伫美国替几啊间的中国的企业来服务，蒋万安是来回讲所有的工作内容拢符合美国当地法规。蒋万安来反呛讲，这美国人拢无咧烦恼啊，民进党是咧烦恼啥？上新的民调，蒋万安34.25%，也是领先，陈时中是22.79%，黄珊珊15.6%。也毋过，有另外一份的民调，陈时中是34.8%，是赢蒋万安甲黄珊珊。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蒋万安，黄安本人。路口一手热情拜票，选战特别高。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面前优选票，除了个基本票源，蒋万安嘛，搁一摆甲外界讲，家己伫咧四股做律师的经验。过去这个事务所承接了全世界各企业在美国的法律业务，那其实当然也包括了对岸的相关企业，都完全符合美国当地的法律规定。美国政府、美国人都不担心了，民进党担心什么？没有错，他有这样的一个戏骨律师。可是我要问的，我们要问说，那一些经验有哪一些可以来在台北当市长的时候可以来借鉴跟学习的？一边背回人咧解积极，一边伫咧定义的专业问题，脑力小结唔轻刷。上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以34.25%大领先，陈时中的22.79%和黄珊珊的15.6%。不过另外一份民调，陈时中是摕到34.8%的支持度，赢过南北对手。民调当然都具有参考的价值，战略上不变，我还是继续跟大家把干净，不要让我们的信任度再度被破坏，不要用仇恨淋盖了我们的信任。大家打一场团体战，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努力、更勤奋、更谦卑。就算宏观民调，那就被同款维持本来选战的步调，三强鼎立的首都战局，到尾也是谁赢谁输，互大家拢伫咧注意。